區兆聰老師嘅書評給予談表商業人士必備嘅素養2星評價，指出內容缺乏深度，未能充分探討手錶喺商業場合中嘅實際應用。書中雖然涵蓋咗機芯選擇同錶帶搭配，但未能提供足夠嘅實用建議。對於商業人士嚟講，實用性不足。談表商業人士必備嘅素養，由 Shannon 田哲新撰寫，喺2022年由大系文化出版。呢本書提供新手入門、配件選搭、保值收藏等多方面嘅知識，幫助讀者從選擇機芯到挑選錶帶，掌握手錶話題。ISBN 為97862671239195。呢本書得咗萬花筒症候群，主題廣泛但淺嘗裘止，涵蓋廣泛被誤認為內容紮實，卻缺乏深度。蜻蜓點水嘅介紹被誤解為深入淺出，實際上只係名詞解釋，資訊堆砌未能夠形成知識體系，缺乏主線串聯。讀者無法形成完整嘅認知框架。呢本書缺乏核心命題同貫穿全書嘅觀點，導致資訊零散。手錶係咪為商務素養未深入探討，挑選手錶嘅建議不成系統，工藝欣賞淺嘗嘅指，結果係資訊之間冇連結，無法形成認知框架。岑田哲新嘅書缺乏觀點，僅堆砌資訊。真正嘅專家會解釋點解某啲品牌值得優先了解，或點解陀飛輪被過度神化。然而，書中僅提及陀飛輪嘅存在同品牌推出嘅事實，資訊唔值錢，觀點先至有價值。呢個係書籍嘅致命缺陷。呢本書未能夠解答商務場合中手錶話題嘅適用性，幾時適合談表，面對唔同層級客戶，談表策略如何調整，點樣喺佩戴入門款時不失禮，若對方佩戴唔熟悉嘅品牌，點樣得體請教，呢啲問題未被解答，顯示出素養與知識嘅差距。呢本書唔適合手錶入門者，因為內容充斥大量名詞，讓人無從落手。商務人士亦無法揾到實用建議，收藏愛好者則覺得內容過於淺薄，送禮挑選者缺乏選購框架。勉強嚟講，適合想了解手錶品牌嘅人，作為維基百科前嘅索引。喺資訊爆炸嘅時代，篩選資訊嘅能力比吸收更重要。好似原子習慣強調習慣嘅取捨，睡眠新常識強調規律嘅重要性。唔係所有標榜素養嘅書都值得閱讀。真正嘅素養在於判斷乜嘢值得知道，而非知道幾多。